本仙，寒门本平前，飞身从松进从天，见山听水大声言。面前风景路面见，一路追赶，一路前。驸马，你来看。把鸟鸣，有三间呐，绣凤衣，怕远见，何不谦松？同登当啊，且从一关内中翻点。不可，不可啊！因何不可？公主，你有所不知，此处乃是英雄殿，属是天下奇观，脚下却是万重神汉，一旦失救，便有气不完呐！我爱去嘛。好，好，众人堂下，驸马老公主爱嵩山奇观，你得才是娘后老夫人，老你公子。公主，驸马，睇我不负公主，嵩山赶紧啊！
你看，这上边的雪莲花，这奖啊！公主，是你呀？驸马放心。你就对那呀？公主，阿嫂，公主，阿嫂啊！公主，上来，公主，驸马，驸马。阿嫂啊，我唔系驸马，我家嘅孪生兄弟文言啊。公主，小妹，小嫂，驸马佢为了救我。佢实做吹了，万重千兄终于给了万重参见了，不见成体，他了天啊！天黑见啊，如情如松，多等人啊，随了是酒啊，财散颠啊。不能感动念头你，怎么该低调？想为安永喜，想为安永喜，为何发生不幸的是文仙？唔幸爱，相中那死了。高爱用办，原是老人家讲。满面拥
此生一对，互所相送。母亲偏爱到强壮，性格本其重，好格本其实。竟然有世送山强车，家人思绪疏苦，总盼得强壮好气公庙，有个马可。总算盼来了，乡中的公庙成就，也乡中已经是转眼间就烟消云散了。本言将听地上言，好心公母是看面，一大辛苦用把我，三寸多翠在眼前，三寸多翠在眼前。阿嫂，你下山去吧。好，你下山吧。阿嫂，你诉讼了呀？嗯，哎呀，这下阿哥已经出事情了，你可不能再有危险，山路难行，还是爱扶你下山吧。不，无论用办讲，你呀、就是爱每个星期，等爱保护阿嫂平安辅导下山，然后然后用吧。那是讲乡中犯罪事件，你还是爱每个星期，那是讲乡中有乜个三寸两断，爱本言就冇你俩阿嫂嘞。小嫂，你下山吧。多谢了。村村你不满满行，寸寸
处，俺们也会给你用你都山崖下，也会给你老外讲，也三叫清晨，那个有你跌下去的花，一天去温习莫啥，还想驸马的恐怕，驸马有错。公主，以下很有假杀，而转去老夫人讲吗？不可，小妹，我爱你一下，不通上身，再去娘亲退伍，我自有打算。晓得，记得，第二件事情就当作马街都没发生，我马上就会转去嘞。晓得。阿嫂，你来转吧。巧，真巧，真是太巧了。阿哥生死不明，阿妹老爱还正经做嘛该呀？做。一抬头江风边南，下波涌发一娘山，温殿墙头驸马龙，红多面般夫妻想退驸马，哎呦，敢做的呀！